唔知家長有冇遇過呢啲問題呢？我細個咧，媽咪帶我去剪頭髮嘅時候，真係剪到咁短嘅。咁咧，而家喺工作嘅時間咧，亦都會見到一啲師傅啦。咁有時真係可能同個客溝通嘅時候，可能剪呢一個髮型，然之後結果就會剪到 B 呢個髮型啦。咁然後咧，亦都會見到一啲師傅咧，有時幫小朋友剪嘅時候，因為小朋友周圍喐啊，咁有時咧佢亦都會真係唔小心，可能揩到個小朋友嘅耳仔，跟住然之後流血。咁但係家長，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自己識得剪頭髮嘅時候，對你嚟講係一件幾好嘅事情咧？嚟緊咧，我會有一個親子剪髮嘅課堂，咁到陣時咧，如果對有興趣嘅家長咧，可以喺上面嗰度 click 翻條 link，然之後咧，我會再聯絡你噶啦。拜拜。